123小姐嘅電訊啊！我遲少少會嚟月光市嘅，因為好想見一見電松哥哥你啊！就係咁啦，告辭啦。1、2、3，終於到咗表白嘅時刻。吓？表白？王子你話邊個要表白啊？咪就係1、2、3向你表白咯。哇！哎呀，哈哈！其實我一早就睇得出1、2、3對你好有意思。王子你講咩啊？哎呀！我雖然係同呢位1、2、3妹妹係冇血緣關係啊，但係由於我哋家族住得好近，所以我睇住佢大，細個嗰陣我仲幫佢換尿布噶。唔怕老實講啊，我一直以嚟只係當佢妹妹咁看待嘅咋。表白呢啲事只係戀人先會發生噶咋。唉，你隻電松成世都咁遲鈍噶。斜麗苑王子，電松哥哥，我哋好耐冇見啦。係呀，哈哈，你嚟得真係啱啊！1、2、3，嗰個係邊個啊？點解你同隻眉毛咁粗嘅男性螢火蟲一齊嚟噶？係，等我嚟介紹啊！呢一位就係我嘅男朋友啦，佢叫166啊。你話男朋友啊？真係幸會啊！我個全名應該係166.5，簡單啲就叫我做1665啦。1665咁樣啊？唔係，係1665咁樣啊。1665咁樣，係咪呀？係啊，我係專程嚟同你打個招呼。哎呀，果然好有禮貌喎！你識咗個唔錯嘅男朋友啊？1、2、3，係，未肯定係個好男朋友噃。你講咩啊？電松突然間窿口窿面噶？我邊有窿口窿面啊？好啦，等我嚟跳隻舞幫你哋慶祝下啦！特別為我哋慶祝。係呀，我係一個跳舞高手嚟噶嘛。好啦，1、2、3、1665，你哋留心欣賞啦喎。係。嘿，你哋兩個1、2、3，你揀男朋友係睇樣噶？男朋友唔係睇個樣噶，係講實力。尾部嘅光係好重要，唔知你嘅表現又點呢？係1665，馬上尾部發光。咁嘅亮度點樣啊？好強嘅光啊！跟住仲有模仿嘅技術。模仿嘅技術？冇錯啊！電信螢火蟲嘅價值係取決於有冇模仿能力，呢樣嘢相信你都清楚㗎啦。係咁，請恕我無禮啦。我想模仿電松哥哥嘅舉動啊！我同你唔係好熟，唔好叫我哥哥啊！唔好意思。電松哥哥，你有咩唔妥啊？點解你咁怒氣㗎？1、2、3，唔好出聲。哥哥，你叫得我做哥哥，咁樣我就有責任睇下呢位1665係咪真係適合做你嘅男朋友噶嘛？1665，你就試下模仿我啊！係，咁好啦。咁啊，你唔咁樣轉幾轉就咩都做唔到噶啦。呢個係壞習慣啊！唉，近年嘅後生仔個個都係咁嘅。哥哥，唔緊要嘅，1、2、3。電松先生其實想清楚啲知道嘅性格嘅啫。166，喂，唔好黐得咁埋亂咁拖手啊！好對唔住啊，哥哥。1、2、3，好啦，等我嚟模仿電松先生嘅舉止啦。唔好黐得咁埋亂咁拖手啊！哇，畫得好似啊！唉，近年嘅後生仔個個都係咁嘅，真係似到十足啊！而家唔係佩服佢嘅時候啊！扮到一個未必扮到第二個嘅，扮埋斜流院王子。嚟啦！1、2、3同1665，你哋好好睇住啦！嘆為觀止啊，仲扮得似過我，唔得。雖然識得扮嘢，但係咁樣未有資格做到1、2、3嘅男朋友嘅。咁樣啦，你整飯團嘅手勢又點啊？整飯團？1、2、3自從細細個開始就好中意食飯團噶啦。如果你冇辦法整出最好味嘅飯團俾1、2、3食，咁我就唔承認你係佢嘅男朋友噶啦。我明白啦，我就試一試整下飯團啦。好啦，咁跟我嚟呢度啊！喂，去邊度啊？我嘅舞仲未跳完噶，只係跳咗一半嘅咋。1、6、6、5，只要你可以整出比我整嘅飯團更加好、更加多，咁我就批准你同1、2、3拍拖啦。好啦，開始。Go！ 哎呀！講到整飯
飯團，世上冇任何螢火蟲叻得過我噶啦。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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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哇，好快呀！而且啲飯團好骨子，嚿嚿都係好標準嘅三角形。不過味道，哇 Go go！ 唔係啊嘛，竟然連味道都贏埋我。1665，我輸咗啦！我而家承認你係123嘅男朋友啦。好啦，電蟲哥哥，時候唔早，我哋都要翻去啦。好。 166，我好想同電蟲哥哥佢兩個單獨咁傾翻幾句啊。哦，冇問題。咁樣我就喺附近兜兜風先啦。好多謝你啊！陣間見。佢係個好男仔，佢好完美啊！完美？係啊，佢係完全冇缺點嘅螢火蟲。呢個1665，哥哥拍心口保證啊！只要你可以得到真正嘅幸福，哥哥就會好開心。電蟲哥哥，真係咁樣決定啊？呢個決定係最好噶啦！你講真嘅？哦，我當然講真啦。係啦。點啊？123？吓？哦，係啊，有時間隨時可以再嚟玩噶。多謝你啊，斜流丸王子。 123，你哋傾完偈啦？係啊。 123，送俾你嘅。哇，係好靚嘅花。 123，真係好啦。不過如果你遇到咩困難，隨時嚟搵哥哥啊，我實會幫你嘅。咁好啦，斜流丸王子，電蟲哥哥，我哋告辭啦。好好保重啊！祝你幸福啦，123。 123果然係個好女仔啊！斜流丸王子，166佢冇錯係個好好嘅男朋友，但係其實我始終最喜歡嘅螢火蟲係電蟲哥哥啊！比起166呢隻咁完美嘅螢火蟲，我反而覺得電蟲哥哥好啲啊！